我们常常看遇到是怎么样？过了季线，然后呢，哇，这一根很不错，头底高，然后呢，这一根我们该不该进场？很多时候我们会进场啊，底高啊，然后又带量啊，又过了5均量，该不可以进场？可以啊，是啊，理论上可以啊，但是不要忘记哦，是机会也有风险，明天不能黑 K。黑 K 的话，代表季线的压力还是很大，大概有60%到70%，现在更高了。我看，如果前面还有一个什么前高的话，那个可能都超过70%，再回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前高的地方，均线下压的地方，只有一条路，你看到的第一天过，第二天还在拉，才有机会。千万不要认为说，我停顿一下还会涨。那个几率真的少很多。我这个话已经讲过 N 次，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牢记。